近日，公益纪录片《零碳未来》播出，演员张凌赫以野生救援公益大使、电力实习生身份，深入江苏新能源产业一线，实地探访光伏、风电项目。节目第2集聚焦盐城大丰悦达华辉余光互补光伏电站，他以运维实习生视角体验电站一线工作。该项目是江苏首例220千伏 T 阶光伏项目，位于大丰华丰农场。总投资15.8亿元，由悦达集团、盐城港集团联合投资 ，EPC 总包为中国能建江苏院与江苏电建 E 公司联合体，占地3400亩，搭载天合光能 N 型光伏板，年均发电超2亿度。储能方面，租赁三峡悦达富宁160兆瓦、320兆瓦时共享储能电站解决，现实题材取代空洞叙事，贴合国家双碳发展主线，既科普绿色能源价值，传递低碳理念，也让大众真切看见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与硬实力。因为爱你，所以我想醉。